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鄧醫生。咁今日咧有一位新疆嘅患者飛咗幾千公里啦，嚟到深圳揾我哋做呢個 TRUE。咁我就問佢啦，點解咁遠多過嚟揾我哋做呢個 TRUE咧？佢話咧主要有幾個理由啦。第一個咧就可以保留翻佢自己嗰個靜脈啦，唔需要話切除或者消融閉合佢咁啦。咁呢個血管保留翻落嚟，將嚟咧就有可能作為我哋一個備用嘅血管啦。萬一心臟搭橋啊，就可能需要用到呢條血管噶啦。咁第二個咧，佢唔需要着嗰個彈力襪，所以做完之後咧就會輕鬆啲。因為馬上依家天氣熱啦，着上嗰個彈力襪就好唔舒服嘅，所以佢就會覺得 TRUE 治療之後咧，佢唔需要着嗰個彈力襪就會輕鬆好多。咁第三個理由咧，佢哋覺得 TRUE 比較輕鬆啲咯，唔需要住院啦，唔需要休養啦，所以佢跟住落嚟咧，佢話做完 TRUE 仲可以繼續去玩幾日，跟住再翻去新疆呢度。確實好多人咧，其實做完 TRUE 就可以即刻翻屋企噶啦，唔需要話休養啊，唔需要話嗰個臥床休息啊咁嘅情況。所以其實我覺得咧，即係大家無論嗰個距離有幾遠啦，喺咩地方啦，大家追求嗰個優質嘅醫療資源嗰個目的啊，其實係一樣嘅。咁依家 TRUE可以幫到越嚟越多全國各地，甚至乎一啲海外嘅患者啊，佢哋都可以好好咁樣解決呢個靜脈曲張嘅問題。咁我覺得係非常之值得去做嘅一件事啦。